上天上hit 到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房。大工伫暗时9点这个时间呢，大家拢准时伫咧空中陪伴大家吼，放上上届好听的台语歌曲。当然，这个台语歌曲吼，歌路真济，哇，这个喜欢的人啊，青菜豆腐各取所需，各有喜好。随时收听咱报道联播网、报道新歌发烧榜，你就能了解到即马台语歌坛的发展，还有咱这个台语音乐啊，即马咧到什么款的程度，什么款的抗战咯。今日咱我来共款吼邀请到这位咧，是咱大家人的这个朋友啊，就是咱阿英的你好，大家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阿英讲话有信用，是张已经讲今日会来就是会来，绝对袂过这密起来养病。讲养病啊，伤过严重啦，就是小小的感冒而已啦。啊，对。第一只嘛要提醒大家啊，要注意保暖，对不对？像讲今日这有了有落雨、困雨，嘛要特别注意。不湿不冷。对呀，湿冷最容易了哈。好，今日我那是赶快要对第几名开始来听起咧？咱拢是对第5名。是的，来开始报榜。第5名。这礼拜第5名是收录伫歌坛的新人林慧省个人头一张的专辑《丁秀》当中的这首歌曲，甲陈庆仁老师的对唱。陈庆仁老师这算讲对，替林慧省量身打造。对，那讲有这个林慧省，甲咱报道联播网嘛真亲密关系。是。为何呢？因为伊是对咱迄个歌唱班，歌唱班出身的。是，所以讲我是感觉讲，只要你有心，你想要学唱歌，总有法度达成你的愿望。是，当然啦，这个就是即马这个时阵是咱老卡等咧悠扬的歌声一直响上来的。所以即马等咧上课，所以听众朋友，那是。过来还要有兴趣，我去会当打电话来问爸妈讲要有开班无？是，咱嘛学者唱歌，随时都会报这资讯给你听，对不？等于讲，当然你错过了上一次这个开课的日期我们可以下一次呢，你留个电话号码来让这个随时要开课的时阵呢，我再打电话给你，给你报一声这个资讯，对不？这是林慧省圆梦的专辑啦，加这个陈庆仁老师所合唱的《丁秀》嘛，希望大家能好好甲听堂个《丁秀》。是。第4名。这礼拜第4名是这个龙千玉龙千玉姐姐上新专，你凭什么叫人姐姐？好啦，你可能你我叫伊妹妹咧。龙千玉上新的专辑首歌叫《故乡之恋》。这个故乡之恋这个你要讲去冰山在哪里呢？甲黄昏的故乡敢若有聊咧画没画但是呢，这可能就是感伤精神啦，可能是从这样的歌曲就发想的啦。所以讲咱台语歌曲的内底足侪拢是思念故乡的歌。是，尤其这个故乡，你讲即马故乡敢毋足远的，其实袂呢。故乡就在心里面。对，随时咱这个心啦，若甲厝内面过来接小我的你无能讲到澳洲啦、美国，甚至即嘛有真侪人走去中国去上班心原来拢留伫咱台湾，对无当然啦，今年嘛有真侪福音游子纷纷回到台湾来，奋斗甲拍拼咯，对不？我们应该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尤其搁刷来一下就要过年咯，大家开始思念故乡，高铁票下咯，对，即讲咧高铁票开始咧开卖日期咧，竟然选伫咧1月1号的半暝12点。我们扯太远了。好啦，这礼拜第4名就是龙千玉收录在上新专辑当中的《故乡之恋》。喜欢我们龙姐的朋友们呢，要好好来学这首歌哦。第3名。你等来的我亲像狗遐趁乱，你会知会
敢若唱片唱得较好呢？为什么有 echo 出现呢？无啦，迄就我拄仔咧缀咧唱啦。是，哦，真好听咧。交互爱恨已在甜蜜，你等来的彼一暝。哎呦，你无甲我动，我真正会甲规条拢唱完咧。你要介绍无？好啦，我留一寡时间啦吼，家己介绍家己的歌。这礼拜第3名，敢若嘛怪怪吼。来，阿英的来，这首歌曲是邵大伦上新专辑《真情》内底一首歌，叫做《你返来的那一年》。你安尼讲是想听有啦？你等来迄一暝，对啦，嘛是目前3立电视台《世感情》的这个主题曲，是哦，嘛请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大人我跟你讲，我听到这首歌曲，我感觉讲你真正是一个无路用的查甫人。你是咧讲啥？软弱的查甫人。你讲噶呢是，我只是将这种咱高不离三将伫咧感情世界当中有当阵啊。受到伤害，迄种心境把它唱出来。啊，人转来啊，你佫讲笑甲安尼，人当吹时甲你放散，啊，转来讲你转来那是一种情景啦，对不对？我嘛捌转过啊，只是无转来尔。够较惨。做一届甲听好这个金奖，吼，来过来，再来要报第几名？喂，第2名。第2名。咱期待中风时会约定，今夜的事相依。大家好，我是彬哥，这是我上新的专辑，我要陪。我可以当代言人吗？但是跟他播了愈来愈无成。我要背这张专辑内底。哇！对，这是这礼拜咱报道新歌发烧榜第2名。Bingo 周伟杰今年上新的专辑叫做《我要陪》啊，这次呢还是一样啦，维持他一贯的作风，全创作。是，下面叫做全创作的，就是规张啊，拢是个人的这个作词作曲。所以讲吼，这首歌曲是男女对唱。Bingo 他凤名叫做今夜，对。那讲这个 Bingo。伊甲凤娘嘛是头一届合作啊，是哦，所以算讲是真有默契啦。所以讲听众朋友听会出来，讲互相的默契较到位。对啊，男女对唱的歌，即嘛是上该行的呢，对不？尤其伫咱台语歌当中，这是最能够来表现。是啊，这个宾果咧，除了讲啊，这曲风很多变，够吉他常讲收录一些爵士味道的啦，经典的拢有啦，就是这张专辑希望讲互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宾果今年上新的专辑，我要陪当中一首，今夜摕到咱的第2名。哇，真好听吼！继续咱过来听看卖，这礼拜到底什么人会当摕到第1名呢 ？Check it out。这礼拜第1名，原来是黄以玲哦。那讲了这以玲姐哈，在我们的榜上呢，第1名很久了哈，最多就掉到第2名而已。伊的吉他这个排行榜嘛是同款的，前叉的啦，好乐叉的啦，5叉唱片啦，还有迄个梅叉唱片啦，每一个排行榜伊拢第1名，真厉害实至名归啊，就无法度咧。我问你。以玲姐伊所演唱的歌曲，倒一条你是上界有印象的？过去的，哦。最破落地歹收尾。真的，尤其迄首歌曲吼，是伫咧结婚的时阵，敢会当放？只有伫咧查某囝要嫁娶的时阵当破水嘛。妈妈爱咧后壁唱。我讲就是早期咧，因
依玲姐所唱的拢是一种较悲情的，是，但是今年这一张哇，足正面的咧，拢足温暖的，对，点点呐，点在你身边这两首歌，哇，拢是足温暖的歌，而且你有感觉也唱腔规个甲过去拢无共无？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希望能够去掉很多台语本来既有的哭腔，哦，悲情的感觉，是我唱腔即马拢爱用较正面的方式，给大家一个好的影响。台语疗伤系，真的呢，疗伤一过去吼是受伤了来听伊的歌，即马嘛是受伤了来听伊的歌，只是用一个较正面的方式吼，来听歌啦，对不？是，所以呢，若讲到黄乙玲这张上新的专辑吼，希望大家能好好支持，对不？你知道吗？人唱久了吼，习惯用那个唱腔唱啊，你要突然间改掉，他还改得掉，那才真的叫功夫。所以讲正功夫啊！阿英，你只希望讲吼，大日的10年了后，嘛我都改变伊的歌咯。安尼我即马就先调整好势。哦，你来调整。好啦，以上就这礼拜咱波多新歌发烧榜哈，所以第5名到第1名嘛，请大家咧，大礼拜拢准时收听。今日咧嘛，十分的感谢咱阿英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我拢有同款的梦，我会陪你行每一个秋冬，一路行来，唔通我头晕，明仔载才会闻到花蕊的清香。不甘看你受风雨淋，我甘愿为你受苦痛，踮你的身边，予你温暖，这是我真心的愿望。不甘看你受风雨淋，我甘愿为你受苦痛，踮你的身边，今仔到永远，你辛苦的双手有我来牵，踮你的身边，今仔到永远，你辛苦的双手有我来牵。波动发烧榜，互你好听好不浪。今夜你伫想啥？今夜的头相机，声声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宾果周伟杰，我被不会专辑，凤娘深情对唱，今夜送给天下有情人。咱期待中风时会约定。巨人唱片。